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
迎接平安，咱即时礼拜时间已经到，咱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。会情诗，圣诗363首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做伙来学了新圣诗18首，我心学了上帝，请起立领全首。
来信仰告别，伫使徒圣经，伫头前遐使徒圣经来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。我是上帝专门的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庙岛院内受苦，并是第4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，上天打坐伫专门的上帝的大庭，伊咧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公道的教会。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启应，三个来启应伫启应文第10篇，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27篇。启应文集第1013页，1013页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，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调解你。求你毋通受气，挂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亲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。一声，着信靠上主。三个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恭敬来到你宝座前，我要学乐你，用诗篇圣诗对心底唱歌学乐你。我要对唱歌学乐来敬拜你，嘛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。愿意敬拜中，心灵充满你真理的话，心内庆出永远的水泉。伫敬拜中，求你真理的话进入阮心内甲生命中，互阮时常对你的话深深明白真理，
通活出伫生命中见证好的行为，显出主的荣光。当阮有真理的话伫心内，阮远远会哪谦卑，深信阮得到救恩是靠主的恩典甲信心，是主所赏赐，毋是靠家己的行为要得夸口。阮知这救恩是永久的，所有的阻碍袂互阮甲主的救恩相离。照主的话，阮伫信主的时有得到救。现在主嘛会继续救阮，阮毋望主将来阁会救阮。主啊，阮有得到永远的救恩，有完全倚靠主的信心来面对所有的情境。伫即个信心的过程，阮信心哪坚定，更加经历主的同在，互阮哪听主。今仔日礼拜有圣餐，照着圣餐纪念主的苦难，定十字架过活，阮的罪得到赦免，得到新的活命，安尼。现在伫活的，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。因为甲主结连，我要遵守基督徒的本分，活出见证，互一个人也愿意甲主同齐道。主的疼甲恩典充满。礼拜中也有归属已经离开的至亲，纪念亲人的美好，照主的应允，将来因要甲主耶稣做伙来，伫活的人会甲主相见面，也会甲亲人相见面。我要伫毋望中听候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圣活规献诗，无论伫什时阵。
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伫圣经以弗所书2章8-9节，伫新约本的圣经、现代本的圣经，伫1020页，伫1020页的所在吼。因为你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。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都袂当夸口。以弗所书2章8-9节，我搁读一遍。因为你是靠上帝的恩典对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既然毋是靠行为，什么人都袂当夸口。讲到今仔陈牧师要甲咱分享得救的恩典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举行圣礼节，请咱当拢用亲近主的心来甲主同齐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太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救恩，阮得到拯救，阮的罪得赦免，通互主你称阮成做你宝贝的囝儿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宗教改革的年代，拄好是欧洲大陆黑死病咧流行的时代。马丁路德生存的年代，嘛拄好是拄着欧洲黑死病大流行迄个年代。黑死病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到尾仔人才找着，总是伫迄个时阵，人毋知影伊发生的原因，因为伊是造成整个欧洲大流行，以及当时世界的大流行，就咱亲像2029年开始的 COVID-19。所以，即摆人当作是水有细菌，毋敢用水来洗身躯、洗头鬃，所以因用咸过水来拭身躯。拭了后，因为身躯还阁有体味，无法度完全来消毒，只好喷香水伫身躯顶，阁抹粉伫面。了，因的头毛留足长的，因为身躯都无洗啊，头毛哪有可能去洗？所以伫无常常洗身躯、洗头毛的迄当时，逐个人伫加头鬃。所以为虾米法国的香水遮尔啊流行，遮尔啊时行，遮尔啊出名，就是对迄个时代，特别是买会起的人，遮个贵族，遮个王亲贵族。因消费会起，所以伫马丁路德有一本册叫做《路德劝慰的书信》，这本册伊有一篇对当时瘟疫发生的事，伫因的城中谣言四起，人含乐无比的惊吓。所以马丁路德伫一届公开讲道的中间，伊来坚固众人的信心。伊讲。半年来，咱拄着瘟疫，
一直伫咱城内的四周围咧施行咧流行，但是咱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咱得到保守。虽然已经进入寒天，进入寒冷、严寒的时刻，瘟疫嘛是攻击咱城内、咱中间的两户的家庭，造成有人死失。马丁路德伊讲，我无因为瘟疫就放下主日的讲台，就算讲瘟疫发生100届，我嘛袂救起来。我嘛袂因为安尼就来退缩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恁逐个人爱有大的欢喜，毋通惊吓，嘛毋通烦恼担忧，嘛毋通逃避上帝互咱即款的试炼。搁过无偌久，上帝就会刷开即种的患难。咱人难免最后拢爱死，但是伫面对遮尔险恶的时代，面对着即种悲惨的灾难，谁拢袂当指望家己会当伫世间享受长寿。这是马丁路德伫拄着世纪大瘟疫黑死病的迄当时，伊公开的演讲。所以面对瘟疫，马丁路德拢用信仰来勉励大家。所以嘛，无因为伊家己就来选择逃避正人，伊有可能面对安尼死亡的情景，但是伊更加勇敢。所以死是咱信主的人得到救荣耀的时刻。咱嘛想看卖仔，对2019年到2023年即个世界的大瘟疫COVID-19， 咱拄好结束。也无偌久的即2年，世界经济以及逐种的处事拢渐渐恢复，差不多已经无人会惊安尼病毒，总是新的变种的病毒嘛，还阁存在。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，互咱阁再一次面对世界的困境的时，咱会当勇敢来面对。有一本册叫做《向逃走我的乳酪》谁偷走了我的乳酪？这本册的作者斯宾塞强森，这本册真有名，总是有人，总是伊还阁一本册嘛真有名。这本册是写着一个老人甲一个少年人的对话。这个长辈伊讲要互这个少年人一份世界上上介宝贵的礼物，但是要甲伊讲是啥物？这个少年人就一直找这个世界上上介宝贵的礼物，但是拢一直找无。这个少年人就渐渐大汉，嘛渐渐袂记哩到底这份礼物写做啥款，到底是哪位？因为拢找无着。伊大汉了后，工作嘛爱处理的代志真多。伊有一日，伊拄着不如意的事，嘛有真多的埋怨。伊就想讲，有一位长辈，有一位长者，伊甲我讲，伊要送我一份世界上上介宝贵的礼物，所以就用期待心去找迄个老人。当伊甲即个老人讲话讲了，伊忽然伊发现到，原来即个礼物叫做 present， 英语 present 嘛是礼物。所以现在就是真宝贵的礼物。这本册意思就是珍惜现在，珍惜现处随。快乐活着就是幸福。现在今仔日，今仔日的现在，你伫遮做礼拜，你遮亲近上帝，这就是一份真宝贵的礼物。因为这份礼物会当开启你人生无相款的锁匙。所以圣经讲，比现在搁较重要的礼物，就是咱得到恩典，得到救的恩典。这份礼物现在到以后，也是将来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拢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这份礼物要改变的，是你的今仔日甲你的未来。这份礼物，互咱有感恩的现在，以及充满着盼望的未来。
这种礼物伫平安甲喜乐的生命中间，透放咱的人生观甲价值观。这种礼物，互人无过惊吓死亡，甚至咱将要离开世间的时，咱会当甲亲人讲，咱伫高我的清早起再相会。有所人书的记载的内容，拢一直充满着恩典甲救恩的信息，来启示来帮助咱。有所人书2章50，甲咱讲，伫咱要得背逆灵性已经死的时，伊互咱甲基督做伙高活。恁是对上帝恩典来得救。当我们还是在过犯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咱的得救是在伫上帝的恩典来得到拯救。所以人得到救是上帝恩典，那得救的恩典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伊赐下对人类无限的疼痛。保罗用这话是要勉励信徒，咱毋免靠家己的行为甲行动来做咱会当得救的标准，因为得救毋是你做偌济的好事，也是做偌济功德。你累做偌济伫世间上所做的善事，并毋是你会当得救的标准。所以得救是靠着信，是在伫你有信心，你有相信。你有坚定的信心，所以今仔日的金句、的经节甲咱讲，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来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的恩赐，是靠上帝的恩赐。所以你们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因为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得救是来自上帝恩典的作为。所以若要得到这份得救的恩典，就爱靠你家己相信。以及你信心的表现。有人买车，有人爱国产车，因为有人爱日本车，有人爱欧洲车。这个车是对你讲，国产车较俗、较好用，日本车好开、省油，若欧洲车板轻较高，坐了较安全，等等，这个是你对这台车伊的信心甲信任度，以及你的落地啊到底有偌深，嘛是来自你主观的判断。所以你要开什么种的车，来自你对这台车你的信心、你的喜爱度来决定。但是初代教会内面，就是犹太的信徒因高举要相信律法，才会当得到救。保罗是高举伊出自因为你相信，所以得救的根本是在伫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赏赐，毋是在伫律法所甲咱约束的。恩典叫做 Karyos， 就是希腊文原来意思，就是讲伊将即个目标甲伊存长、甲伊延伸。上帝要将伊家己甲伊延伸、甲伊存开，互人类，毋是靠着咱的行为，这是上帝白白赏赐互咱。信心是毋是一种的条件？信心伊上好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互上帝大大的疼痛，你已经互上帝大大的疼痛来感动，所以上帝大大的疼痛已经说服你。你嘛完全会当相信，所以信心就是来自上帝，毋是你心中的决定。救恩的果效只有发生伫悔改、用信心去接受福音的人的心情。悔改意思就是讲人坚定、重新改换一个方向，决心要弃杀家己原来的意念，要来追求上帝。这救恩的果效是伫遐悔改、用信心去接纳福音的人。所以悔改毋是一个交换的即种条件，毋是咱条件咱互相交换。真侪宗教用安尼来做一种的交换，但是咱基督教毋是用即种来做
来讨着救恩，来甲上帝做一个交换。保罗是用恩典来说明，靠着上帝恩典，你有全然的信心，完全的相信就有教养。因为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自夸，若是自夸，就会引起骄傲的心。恁既然毋是靠着行为，所以啥物人拢袂当夸口。2章第9节，以弗所人书第9节讲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甲你问讲，只要功德若是伫恩典以外有任何的作用，人就有夸口的余地。所以宗教若是夸口自积功德来得到你的福报，安尼会造成人夸口家己的行为、家己的作为，安尼德行就有悬甲低。因为伫上帝面前，功德是无地位的。犯罪人伫上帝面前，咱要面对创造者的审判，只有忏悔，只有谦卑。唯一会当互骄傲的，就是即个得救的十字架。这是加拉太书6章14节所甲咱讲。但我不断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决断无以别个做夸口，只有夸耀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人的行为无完全。如果伫天堂，若拢是靠着行功德得到救的人伫遐，安尼即个天堂拢充满着骄傲，逐个拢伫遐自夸，我伫世上积偌济功德，我即马来到天堂，敢毋是？如果若是安尼，靠着功德，靠着做善事，靠着做好事来得到救，进入到迄个天堂，安尼迄个天堂是充满骄傲。因为人会伫遐夸耀，我伫世上做偌济的善事，捐偌济的钱，安尼咱若是捐无够额，咱可能嘛无法度进入到迄种的天堂，敢毋是？所以天堂毋是充满咧夸口家己行为的人。韩国庆尚大学畜牧系有一个教授叫做周善泰，周善泰。伊有写一本册叫做《美丽开始》，伊讲到伊生命转变的过程。伊有一位真迷信的妈妈，伊妈妈在世的时阵，就是四界算命。有一届，我要去韩国，我边仔就坐一群人，因拢是研究易经的人，因就来挂这个破链，甲伊的清插，甲伊所讲的，就知影讲，原来韩国嘛真流行这，佮甲咱台湾有所交往，毋是干那咱的教会甲韩国的教会有所交往尔，是咱的不教，咱的民间的这个易经，这算命先，因拢有咧交叉，拢有咧互相交陪。所以这个教授有一个真迷信的妈妈，真爱去算命。但是，即个教授是一个有效佮乖巧的囡仔，会当读册做甲博士，佮做甲伫大学做教授，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事。即个妈妈伊伫世间有交代3项事，伊拢照伊妈妈所交代来做。第一，你袂当去甲我绑着政治，莫去参政。你关心政治会使，但是你莫去绑着政治。第二，你毋通食狗肉，即个妈妈有真慈悲的心，你袂当食狗肉。第三，这甲性命有关系，你袂当去信耶稣。所以，即个孝子非常遵守妈妈的教导，即个教授嘛毋敢违背妈妈在世的教诲，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什么？像个宝，妈宝。即个教授真乖啊！但是，这个教授人生故事的转变，就是伊伫安息年的迄年，因为每7年做教授了后，有1年互伊安息，会当去做研究、做学术、做新的科技的发现、新的研究、新的学术，伊就
到美国的康乃狄克州大学伫遐做客座的教授。一开始前6个月，伊就专心研究，但是伊嘛四界去旅行去看美国新的这科技。伊要捌日，就是伊放假的时阵，伊就准伊的查某囝甲隔壁的小朋友去教会，去遐安亲，伊就会当无所顾忌的去拍伊的格鲁夫。伊就是安尼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到伫圣诞节到，圣诞节迄天的礼拜日清早去，因为伊的细汉查某囝甲伊讲妈妈爸爸，迄天去到教会圣诞节，牧师会介绍每一个家庭，我若迄样介绍，敢若我一个徛起来，好丢脸，人家都是一个 family。我就是很 lonely， 我足孤单。即句话就互伊真挣扎。到底我今仔日是要去拍高尔夫，还是要对我的查某囝去教会？妈妈有交代，袂当安那。第3点是啥物话？是，你拢有咧注意听。所以信仰所问题来啊！伊就安尼教伊查某囝去教会过圣诞节。即个教授毋捌去过教会，第一届去到教会，目屎一直流。听牧师的讲道了，非常的感动。了，因每一个主日拢去教会听牧师讲道，去做礼拜。来啊，时间一日一日过，伊的心感动，要相信耶稣。但是伊阁袂当违背着妈妈在世的威严，因为妈妈已经有甲伊教得真清楚，伊毋知影要安怎。所以到妈妈的节日到，因节日就爱摆一个讲道，然后就爱拜这个妈妈。伊毋知影要安怎，伊就甲伊的查某囝做伙伫遐祈祷，讲主啊，你知影我为什物要祈祷吗？因为我即摆要纪念我的妈妈。这毋是你记下的心名，这是我的妈妈。我用安尼怀念我妈妈的一种的方式。这是第一次主来祈祷，然后伊就请伊的查某囝甲妈妈来行一个大礼。你若有看过韩剧，伊就行大礼，就是安尼。了几个就甲妈妈磕头，了伊就去到二楼的房间，面对因妈妈的微笑，伊就开始伫遐开嘴讲：我是你真厚的囡仔，妈妈你即个爱听我的话。我比妈妈更较聪明，比妈妈更读较侪册。你即摆囡仔真做博士，真做教授。现在妈妈，请你听你聪明囡仔的话。原来妈妈你毋对啊！你为着要还过较好的生活，你辛苦栽培我。但是妈妈，你知影你毋对啊！你的认知错了。伫阮细汉的时阵，伫阮兜咧做法会。爱牧师来到阮兜，就爱往去遐拜，去遐拜，拜即个方向，拜迄个方向，然后搁爱磕头，搁爱跪个。我是因为我做一个妈妈的囝，我是无互你感觉见笑，我着对落安尼做。但是你知影无？安尼做其实是足愚妄的代志。每一届我拢足不忍心。伊摕着足重只的乌龟，乌龟很重如果1只乌龟可能不重，10只乌龟就很重。你排迄乌龟安尼坐公车，坐到迄个郊区，去到水库，就甲放生。放生之前，搁爱做仪式，搁爱参拜，搁爱双手合掌，搁爱弯腰拜。这是你欢喜的事。是我要互你欢喜，但是你拢毋知影，迄个时阵我是感觉足见笑。一个大学生读的册无够多吗？毋知影这个代志是真愚蠢的吗？所以原来妈妈你毋对啦，即摆轮到你结出的囝晓上帝拣选，所以即摆我信耶稣，我袂当放了妈妈，我家己上天堂到上帝遐。妈妈，我会替你的灵魂祈祷，你爱放你在世的信仰，愿你在天老灵，你放你的信仰，你错误的信仰，愿咱有一日伫天堂再相会啦。
保罗用救恩来救恩是来自瓦克上帝恩典，人只要有信心就有够用。即个孝主真感动人，伊信了耶稣，嘛一直替伊的妈妈已经死的灵魂来替伊祈祷。伊妈妈在生认为会当夸口的这行为是安怎？是无法度进入到天国。伊愿用对事的对话来表明对母亲无限的爱，甚至分享耶稣的信仰。愿咱拢会当得到即份得救的恩典。你有相信？你有得到吗？咱今日的主日嘛有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要来追思咱已经早咱离开世间的亲人，咱要来看一段的影片。
咱同心来祈祷，较通的主愿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用敬畏的心，阮看遮早阮离开的亲人，阮的至亲，阮非常的思念。啊，阮的长辈，有教会的长者，嘛有教会长老，也是牧师娘，也是牧者，感谢主你，因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嘛煞落世间的劳苦，主你互因伫永生的国度来享受喜乐，嘛听候主你搁来日，互阮有一日伫耶稣基督搁再来日再相会，愿互阮伫世间确实主你是得救，你是拯救甲救赎的源头。只有相信你，阮无别条路通得到永生的国度。只有靠着主耶稣来行即条信仰的道路，才通到伫主你赏赐互阮迄个永袂取代、永远会当指看的生命的水泉。愿主你的灵常常来更新阮，甲阮三角同在。祈祷互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咱做这个圣餐，咱来先来念新圣诗355首，阮当自己甲主坐到咱来坐吼，引导好引专首。啊，即首较无适合会晓唱的吼，望你唱较大声。这所叫
这个是我的身躯有伫咧拍鼓，伊就行哩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我就同龟讲，这个龟是收落伫我的会所洗哩的，今仔日的时阵行哩来纪念我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有这个粿是表无主的死，到伊过来，咱来感谢主。主，我现在照你命令来设立这个仪式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因为你正做献上伫祭坛顶面的圣灵膏，你的宝血代替牛的血来试试价顶流落，互阮的罪通得洗清。藉着你宝贵的圣体，甲你所流宝血，嘛，互阮的性命重新来解脱。因为你叫我，互阮通得到救，因为你赢过死亡，阮通得到即个救赎。当阮做伙甲你坐坐，是靠着主你互阮的恩惠甲疼爱。我咧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。你每一摆正是一件来纪念我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来，每一摆正是一件来纪念我。这是伊道身躯为咱拍的，
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做来领受。即个所讲，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既然恁的是一定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，既然恁是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做伙来领受。咱逐摆食这个饼，因这个杯是了着做死，到伊过来，咱来感谢主。阮感谢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知的上帝，因为你用决断徛，互阮来领受圣餐，来培养阮的灵魂真实搁活的食物。我明白你疼惜我，你欢喜我。我嘛将阮的需要欠缺，将阮的悲痛，嘛将阮所想要交托的事，发到主你的面前来交托主，嘛互阮心看落的主你来替阮担当，嘛互阮有诚实的心灵
用真实的心来敬畏上帝。主啊，真欢喜，甲主你同齐着，见证主你的死，直到永远，直到主你过来日，阮伫即个世间，阮爱努力奔跑、跑走来行天路。主你时常甲阮同在，阮献上阮的祈祷，到最后所祈祷名，阿门。来吟诗歌，神圣诗611首，地主的人为幸福，请起吟全首。
老李就是林变章就是书的。真济。我来报告，来看第三篇本周的经文，第三篇。我先读一遍咱兄弟煞一读分别。因为你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恩赐。以弗所书2章8节，来，因为你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恩赐。以弗所书2章8节。因为你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，毋是靠恁家己，是靠上帝恩赐。以弗所书2章8节。伫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所表，请咱家己看。后一个月的当日是老秀英长老林美结束。咱现在第4日。第4日，小的公告，对4月份开始，礼拜使用2009年版的圣诗，就是咱即马在用的、今仔在用的新圣诗。
本个消息，第一，为着要互礼拜进行顺利，请兄弟提早来到教会，务必心来礼拜，而且伫奏乐甲电乐的音乐中保持安静。第二，就是拄仔举行的圣礼典甲追思。第三，伫礼拜后11点半，关怀部伫1楼副堂举办新人茶会，欢迎新朋友加入倒行教会。报名要参加的伫11点10分交易遐报到，搁交易，有午餐。第四，4月7日拜三祈祷会，为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来岛，欢迎参加。第五，4月14到16、17、18，即个受难周的特别礼拜，请注意娱乐甲各团体会长，将恁的资料交互干事，到今仔日截止。遮有一个表，即个表就是咱受难周的所有的事工，遮事工人员请家己得意。特别4月17，就是礼拜四，有咱台中地区的区会举行受难周的联合圣餐礼拜伫中明教会，欢迎兄弟参加。4月18，就是礼拜五守圣餐。咱兄弟家己挂时间来甲主同齐桌。4月18暗时守圣餐。第六，我报告遐第7点，伫4月20礼拜后举办过外节采集活动。过外节采集活动那要参加的兄弟呢，伫4月13进行。你的团体会长还是办公室遐报告登记，邀请咱的兄弟到阵来去传福音。第八，有登记新安宫的咱的兄弟，迄个课本后一柜的课本伫干事伫办公室遐请去登记领取。第九，就是后一柜4月到6月后一柜的遮的圣诞分担表即经出来啊，伫咱的周报内底。第11点，第10点咱鼓励咱的兄弟要新姓氏啦，因为咱以后就是用遮新姓氏，安尼买迄个办公室登记佮交费，到4月7日截止。咱来看后一页，第5面，团体甲小组消息。兄弟团体伫今仔日迄个暗时5点半自餐迎新的餐会，伫8分堡餐厅，请已经报名的人家己去迄个餐厅。第二，室内特景4月7、3因为清明节暂停1遍。第三，妇女团体4月7日聚会。第四，社青团体4月7日聚会。第五，主日乐伫4楼举办亲子悄悄乐，邀请亲子共同参加。老师是咱的牧师林义坚牧师，免费。伫5月10日的有成果的发表会，请伫本主日就是今仔日去
办公室报名，遐原定会上课的时间就4月7日到5月初4。遐青少年头课4月13自会，少年团体的4月14受兰州，遐有事工献诗的事工。咱看下面关怀协会消息，关怀协会消息伫健康促进乐龄教师个英语的体验班暂停一地，因为我情人节，特别迄个关怀协会伫礼拜后1楼有会员大会，遐李干事也是会员一定爱参加。那看迄个教界消息，咱家己看具体关怀甲会友动态，等下牧师带咱做祈祷。方面的报告伫第7日，若是有错误的请向财政部长来反映。以上报告。介绍新人客，咱欢迎郭医师郭明龙医师，咱中间咱请起立，拍鼓咱拍鼓来欢迎。有对美国回来小长的查某囝萧元君，甲伊的查某囝许泽英，拍鼓欢迎。杨胜安弟兄，拍鼓欢迎咱三个来台长，听堂的主我要伫你的面前摆咧，阮的祈祷，阮特别为着伫缅甸发生大地震造成的死实，来仰望阮的恳求甲祈祷。上帝，你体会着，你体验着遮的死实丧凶的家庭，求上帝你怜悯。特别这个国家因无信主。因的政府是军人出身的军政府，因是一集权甲独裁咧统治人民。过去有侪反抗，但是这个国家犹原封闭，无要甲世界交叉。因即届因为地震，世界来发出疼痛的声，就是会当来救因，还搁伫土堆内面的遮个人，上帝你帮助，透过即件事件，互即个国家来得到提醒。我若为着阮教会出身的由牧师派驻伫万国，长了教会，伊伫遐牧会。虽然万国无真大的灾害，总是为着因惊遐的心灵，求上帝你特别插销因，甲因同在，互因对主你有信心，仰望阮的祈祷，求上帝你收，为着阮的长辈，为着身体艰苦病痛的肢体，主你甲因同在，为着常常无来聚会，阮的会友，主你听因，互因无离开信仰，无离开主的道，嘛互阮搁较侪关心，来听因的声，来关心因的信仰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阮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起立来行平安礼，起立，大家拢爱刷动行平安礼。
听你来吟每段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爸、囝、甲圣神上帝有典，人民甲平安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条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